男女授受不亲是什么？难道是要本做亲的？小白，看我带什么东西给你啦？小白，你看我带什么好东西给你啦？你看，荷香酥饼、玫瑰糖糕，还有你喜欢的蒸蛋糕哦。哦，用过完善，来吃颗糖。你这么喜欢吃啊？这是什么怪味道？弄吐了！哎呦，再喜欢吃也没有用了，这可是小姐的。不过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下回我请李婶做榴莲糕。他这么盯着我，我怎么吐啊？那好啦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我们该睡觉了。今天我就睡地上，床就让给你了。不过我不是怕你啊，我就是不知道你是男是女，万一是男的呢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所以。男女授受不亲是什么？难道是要本做亲的？轮回里，是否只为寻觅着你？恍若所有月明，圆缺或是阴晴，都只为了你。尘缘似一场花雨，眉目缱绻中哭泣。指尖的瞬息，是的你一颗泪滴。若望穿的涟漪随我行，是否只为不忘记你？恍若所有思绪，怜惜或是悲戚，都只为了你。尘缘似一场烟影，眉目缱绻中飘零，心之所寄，皆属应声而起。